nama kam jamaris oha Om nama kam jamaris oha 然后口传这个方面来说的，如果是有些人问说，如果是在直播上看到口传的话，就是算不算真正的得到口传？那也有这样的问，比如说这也是有要清楚的一个事情。那么比如说现在呢，就是现场直播的人那么在我这里做口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得到口传，这也是看你自己。那么我的起心动念呢，就是我就是要在做口传，在现场的人跟直播上看的人都是需要得到口传，所以我就是为了所有的参加的人跟看直播的人做口传，这是我要有的起心动念。但是您要有的起心动念，你今天在直播上呢，就是正在上市口传的时候，我也是正在结束口传。我为了要结束口传，所以就要听完这个所有的这个念的经这样的话就是会得到口传的。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下，曾经有口传过的，然后重新再播一次听一听，那这种呢，也许可能就不算是真正的得到口传。所以就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知道，或者是过去已经讲完的，或者是念完的那些视频跟那些音片，再听一次或者是再看一次的话，得不得到获得口传，那就这个可能有点不算会获得口传。因为修持佛法的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自己的发心跟自己的这个心理的发心。然后口传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必须得要有上师佛法口传的法，然后口传之上师，接受口传之弟子，这三者都是必须得要圆满的。圆满的情况下才会得到口传。那么上师也知道在做什么，就是为了谁做什么口传。那么弟子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呢就是要接受什么口传。那么上师为我口传，我要接受口传，至少最起码这两个是必须得要达到的，这两个条件。所以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一个因缘跟一个缘起，各个方面都是要圆满才是会完整嘛。所以就口传也一样，在视频上直播上能不能够得到口传，也这样去讲的话，那也是可以说会得到口传。但是会得到口传的话，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因为知道自己在接触口传，要有这个起心动念。如果是没有接触口传的起心动念的情况下那就得不到口传。所以大家呢就是注意的看，然后就是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今天我为了所有一切众生接触莲花生大师以及入度母，然后白度母观音菩萨，还有常住佛等等这些诸佛菩萨的咒语，然后我也为了一切众生，那么就从此以后呢，再好好的修持这些咒语回向于一切众生以这样的起心动念。Om